谢谢英文前线分享。对呢，咱在场有足侪困到前线啊，应该大部分拢爱有这三个，所以今日咱讲师的分享真正是很实用啊，会当讲，咱逐工咧拢一定花时间咧煮饭啊，咱安怎互家己调食来当食了搁较健康，食了搁较正确，所以咱今日有学着饭就安尼做看卖的，看咱对咱的身体健康会有啥物影响，拢会当来观察，来，节律先生，咱讲有今日要影响的部分，还是要等一下，好，来，谢谢大家，我是嘉义罗文秀，我是罗团主的妹妹。阮罗团主现在生病，我代替伊甲恁大家感恩伊甲关心，甲因照顾。感恩。就好。谢谢我们这位先生还特地来参加但也希望罗坛家己来的啦，安尼做早出发的，做早。是，谢谢感恩咱前线今日。这是应该的。是，好，多谢，感恩。谢谢我们坛主妹妹咱今日特别来分享讲咱罗坛主即卖情况，嘛希望讲咱罗坛主赶快回到归位转来咱继续教大家做伙上课啊。就好。所以